华语普通话代表性无啦吼。我先用孙文做例来讲者，虽然我是做爱讲中国话啦吼。孙文当初是做中国东平会嘛，要结业嘛吼。咁迄当时阮清统治中国几单啊，300几单啊。啊，孙文较早那老，因为阮以上诶拢有读过三文书嘛。孙文迄当就讲啊，伊咧驱除鞑虏嘛，恢复中国，敢毋是？驱除鞑虏就是阮清嘛。阮清统治中国300当诶，伊嘛无认为是本土化咧，嘛讲你是鞑虏啊。因为国民党诶主张是讲，你300当你要外人诶，所以国民党虽然歹，但是伊嘛好人来去，对无？阮清人统治中国300当，伊就无承认你本土化啊，对无？你国民党统治，你中华民国统治台湾70当尔，咱若袂就袂要放弃吼，迄代表是台湾人无坚定诶意志嘛。话物件毋是你讲论调安怎，是你台湾人安怎。即个敢若你交男女朋友，为了互伊摆钱钱啊，内底爱着较惨死啊，对无？你是话物件，你就是我就是安尼啊，我插下你几单，我就无承认啊。迄当时法国统治外人有将近100当咧，伊独立了，你法国人你就通转去啊。伊若照国民党讲好，我嘛统治你100当，我嘛变外人啊，对无？过来，当初是日本统治台湾50当咧。国民党来了，伊家日本人啊遣散转去呢，日本人爱转去呢。我就照你国民党安做的嘛，你我插你70当，等于是700当，我共款，我若骗钱，我就应该遣散转，除非你照个规定，你也申请入台湾国籍，你就爱安尼，我当时嘛是规定互你，但是咱袂使讲因为你甲政府迄就以下嘛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台湾人就有这个起标啦，若无这个起标，你建国无可能啊。我甲咱遐来讲，啊，这第一个多少啊？第二个讲咧。